新嘅老年護理法包括一啲我嘅服務商必須明白嘅權利同經過加強嘅質量標準。呢個係因為佢哋向我提供老年護理嘅時候，我係老年護理嘅中心。我對自己居住嘅地方覺得安全，我得到我所要嘅護理同支持，我可以來去自如。我嘅老年護理家居係乾淨企理嘅，我喺呢度覺得自在。我知道如果我有緊急情況或者我嘅健康出現風險，老年護理嘅員工會嚟幫我。我得到適合我嘅護理，老年護理員同我商量我要嘅服務同埋服務方式。呢個包括尊重我嘅意願，就算會令我承擔一定嘅風險。我知道自己要食邊種藥，同埋員工會喺度幫我，同埋我知道可以參加乜嘢活動，等我可以保持健康。我可以自己制定我嘅護理計劃同做決定。我喺住嘅地方會覺得安全，同埋可以獲得支持。請瀏覽 MyAgeCare 網站，了解你嘅權利同埋點樣先至係好嘅護理。